大家好，我是张如烧。这集我要来继续讲白面教授的故事。咱即马就开始。1964年9月20号，这天拄好是中秋节，本地是合家团圆的日子。白面教授甲伊的2位学生谢聪明、魏林调，却因为准备要甲写好的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印刷1万份，而且寄予台湾人、甲大陆人、各界领导者、心理人、医生、教师、各级民意代表、公务员、军人，爱算要予这份宣言突然间伫全岛放送，予国民党甲伫落无底消吹、无受讲，所有政治单位早一步收押，私刑3人，予秘密管理区政治乌龙。国民党政府对外封锁白面教授互人抓的消息，一时间无人知影白面去倒位。不过，台已经开下，咱来自韩国、泰国等等各一回伊的邀请，嘛伫咧等待白教授的答复。上尾是消息灵通的《纽约时报》通讯员是警备总部，若阁无公布美国报纸会查出真相。尾私刑3人去互抓1个月过4天了后，台湾报纸才出现一个教授甲2个学生叛乱罪，互人抓的一块小新闻。经过13个月的扣押，白面教授被判8年，伊的学生谢聪明甲魏定良分别被判10年甲8年。国际舆论是白教授被直辖2期，无法度转去台教册，也无法度接受国外大学的聘书出国领教。独裁政府的政治单位不时威胁各方的珍珠，嘛一再甲白教授提醒，真有可能会过一届地监，甚至被暗杀的风险。白教授总算决定展开逃亡的计划。这个逃亡计划，为伊的主导者就是白面教授家己，透过伊的传教士朋友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日本青年，甲国际人权组织的合作，为号召制造暗号设计逃亡路线，甲申请政治庇护的国家，拢一项认真安排。出发前的最后一项，点点甲囡仔娘新冠，甲因厝内的人相识。1979年1月2号开始逃亡，白教授装作亲像要胜句选手的戏，通过层层关卡逃亡到瑞典。重新得到自由的白教授开始伫国际发出台湾人的声音，伊不断到全世界访问，替台湾讲话，说明台湾的历史，说明咱台湾人的希望。伫咧美国甲台湾断交，美国议会讨论制定台湾关系法的时阵，白教授嘛甲因合作这部法律的制定。迄阵反殖民的趋势当兴，真侪国家拢展开独立运动。白教授若向国际表达台湾人的未来，台湾人决定的意志。1990年11月7日，白教授结束22年逃亡的人生，转来国向台湾。头一场的演讲是伫台大的法学院的大礼堂。迄当阵为国民党栽培的明星变做反抗国民党的台独领袖，白面教授再度向国人提出警告。伊讲，即马咱面对的上大危险是新的成为、新的虚构。新的成为就是统一中国，新的虚构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主张。30当时，白教授就甲台湾的危机发到遮尔头。1996年，白教授参加竞选第1届民选总统，虽然败予李登辉前总统，2个人对台湾民主的推萨拢有真大的贡献。一位是理想主义者，一位是务实推动者，因的一生就是台湾近代史的缩影。2002年4月7日，白教授回归主怀，为着实践伊对故乡台湾的理念，伊放弃了大好前程，逃亡海外。因厝内的人嘛因为安尼，受真侪冤屈甲压迫。虽然即马台湾已经民主化，面对反抗威权所产生的伤痕，阁需要咱的社会共同打拼修补。咱嘛爱会记得独裁政权对人民社会造成的压迫甲威胁，坚定守护民主自由，才是咱向民主前进第一上好的方式。今仔日白面教授的故事就讲到这。若要知影更较侪有关白面教授的故事，推荐大家去看白教授所写的《自由的滋味》甲《逃亡》这2本册，透过白面教授的人生，了解台湾近代史的血泪过程。你若介意听我讲故事，爱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甲分享，互你所有的朋友。咱后回再会。